嗯，泡狀類皮膚病？調轉咗啊！哦，得啦。咩事睇泡狀類皮膚病呢？我嚟緊要參加公司一個好難嘅電視遊戲節目，咪諗住揾下啲資料咯。好簡單啫嘛。咁簡單，即係你知啦，你知你唔講啲，咁我唔使揾啦。嗱，顧名思義啦，泡狀類啊嘛。咁即係泡狀嘅。係咯，叻喎，越嚟越叻啦。咁有類噶嘛，即係有類別咯，即係泡狀類皮膚病。咁即係皮膚嘅病。係咯，咁簡單啊。不如我哋問醫生啦。又好啫。咁我哋問邊個啊？呢邊。Doctor Lau 啊，究竟乜嘢係泡狀類皮膚病？泡狀類皮膚病咧，其實係一個統稱嚟嘅，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唔同嘅皮膚病，亦都各有唔同嘅成因嘅。例如係免疫系統引起嘅疾病啦，例如類天疱瘡、濕疹等等咧，都係泡狀類皮膚病嚟嘅。咁另外咧，就有一啲感染咧，都會引起泡狀類皮膚病，例如係生蛇啦，即係帶狀疱疹病毒引起嘅疾病，都係屬於泡狀類皮膚病嘅。咁乜嘢係汗疱疹呢？汗疱疹咧，其實就係濕疹嘅一種嚟嘅，通常咧起喺手部同埋腳部啦，咁有一啲微細嘅小水泡起喺手腳嘅位置咧，咁就為之汗疱疹啦。咁成因同特徵又係咩呢？汗疱疹咧嘅成因其實未明嘅，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，例如係濕疹轉季引起汗疱疹啦，或者咧接觸到一啲致敏原或者係刺激性嘅物質咧，都可以引起汗疱疹嘅。咁佢未必咧係同流汗有關嘅，但係咧如果轉季嘅時候或者多汗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刺激到汗疱疹發作㗎。汗疱疹嘅症狀咧，包括係急性發作期啦。咁急性發作期嘅時候咧，有一啲小水泡喺皮膚下邊隱約咁樣存在。咁而嗰啲水泡咧係非常痕癢嘅，咁而且咧有時會覺得痛添㗎。咁下一步咧就係水泡咧有機會會爆啦，但係千祈咧就唔好吉穿啲水泡嘅。咁如果係慢慢平復嘅時候咧，啲水泡咧有機會變咗一啲啡印啦，甚至甩皮。咁最後咧就係有機會反覆發作㗎，例如係轉季嘅時候咧，汗疱疹都有機會發作，咁我哋叫做反覆發作期。咁我哋希望咧治療就係防止啲汗疱疹再發作嘅。咁如果不幸咧患上咗汗疱疹，咁應該點醫呢？汗疱疹嘅治療方法咧，其實有好多種嘅，最主要咧其實係用一啲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啦，但係一定要聽醫生指示去用嘅。咁而潤膚膏亦都好重要嘅，因為佢可以保護翻皮膚嘅屏障啦，咁等汗疱疹咧可以快啲復原嘅。咁如果係嚴重起上嚟咧，有機會用到一啲全身性嘅藥物，例如係口服類固醇啦、口服免疫力抑制劑等等。而更加嚴重嘅話咧，有一啲新式嘅治療咧，例如生物製劑等等，都可以幫到汗疱疹嘅。咁講完汗疱疹啦，咁乜嘢係類天疱瘡呢？類天疱瘡咧，其實係免疫系統亂咗引起嘅疾病嚟嘅，通常咧影響比較年長嘅人士啦。咁其實係免疫系統咧做咗一啲發炎因子，就係攻擊自己嘅皮膚，咁表皮同真皮之間咧就會形成一啲水泡啦。咁類天疱瘡有啲乜嘢症狀呢？類天疱瘡嘅症狀咧就係一啲好完整嘅水泡啦，咁佢嗰啲水泡咧比起頭先講嘅汗疱疹咧係大好多嘅，咁嗰啲水泡咧就唔容易破損嘅，通常咧起喺手手腳腳啦，有啲咧就起喺軀幹嗰度，咁而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咧，甚至會影響口腔嘅黏膜添。咁如果不幸患上咗類天疱瘡，咁應該點醫呢？如果係屬於局部嘅類天疱瘡咧，其實就可以用一啲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去醫治嘅。但係如果起得比較嚴重咧，咁其實就要一啲全身性嘅治療啦。咁而
最主要嘅藥物咧就係口服類固醇啦。咁開頭咧，我哋一定要快啲控制好嘅病情先嘅。咁有時咧，類固醇嘅劑量會用得比較大啦，就希望可以盡快控制到病情。而病情一控制到，啲水泡唔見咗之後咧，咁就我哋可以慢慢減類固醇啦。咁類固醇嘅劑量咧可能會食比較耐啦，但係咧根據醫生指示去服用咧，其實都安全嘅。而有一啲比較難醫嘅類天疱瘡咧，有時除咗口服類固醇之外咧，我哋會用到一啲口服嘅免疫力抑制劑啦、生物製劑等等，去幫我哋減個類固醇，同埋希望病情盡快控制到嘅。Dr. Lau啊，咁乜嘢係帶狀疱疹啊？帶狀疱疹引起嘅病毒感染咧，我哋就俗稱為生蛇。咁其實生蛇咧就係帶狀疱疹病毒引起嘅皮膚病啦。咁其實開頭咧第一次感染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叫生蛇嘅。如果係第一次感染帶狀疱疹病毒咧，就稱為生水痘啦。咁啲水痘嘅帶狀疱疹病毒咧會匿埋咗喺啲神經節入面嘅。咁有陣時咧比較壓力大啊、唔夠瞓啊，或者係有其他嘅感染嘅時候咧，個帶狀疱疹咧就會喺啲神經節嗰度活化咗，就會形成生蛇啦。咁生蛇咧其實個病毒咧係同水痘嘅病毒都係一樣嘅。帶狀疱疹咧其實會影響比較年長嘅人士啦，或者係免疫力比較低，例如係食緊一啲免疫力抑制劑啊、口服類固醇等等咧，都會容易會有帶狀疱疹病毒引起嘅病，即係生蛇啦。咁帶狀疱疹有咩症狀咧？帶狀疱疹咧，其實喺起水泡之前咧，有一啲叫前驅期，就係皮膚有痕啦、痛啦，有陣時咧都未必會紅腫㗎。咁而唔同嘅神經影響咧，就會有唔同嘅症狀嘅。例如係面部三叉神經咧，就會影響先會頭痛啦。如果喺軀幹嘅話咧，有啲人會以為自己心口痛、心臟病去咗睇醫生。但係咧過咗幾日之後咧，皮膚就開始會有痕啦、紅啦，同埋會有水泡出現啦。咁通常咧喺前驅期咧就比較難診治帶狀疱疹病毒㗎，但係喺發咗水泡出嚟之後咧就比較容易去辨認到啦。咁而水泡咧通常係沿住神經線出現嘅，例如係一隻手啦，或者喺腳啦，或者喺半邊嘅軀幹啦。如果係影響面部嘅話咧，嗰個分佈咧亦都係分為唔同嘅部位都可以有一群嘅水泡出現嘅。咁帶狀疱疹咧，其實喺1、2個星期之後咧就會好返㗎啦。但係咧佢嘅後遺症都可以好嚴重㗎。最常見咧就係疱疹後神經痛啦。咁疱疹後神經痛咧就唔係普通止痛藥可以舒緩到嘅，因為有時個痛楚咧係需要用到一啲神經痛嘅止痛藥啦。有時咧會維持幾個月甚至幾年添嘅。咁而根據唔同嘅神經線影響咧，都有唔同嘅併發症嘅。例如係有啲地方咧會影響眼睇嘢啦。如果喺耳仔嘅神經線咧，都會影響聽覺啦。如果水泡處理得唔好嘅咧，有機會有繼發性嘅細菌感染啦。而喺罕見嘅情況之下咧，亦都有機會引致腦膜炎㗎。咁帶狀疱疹又可以點醫呢？帶狀疱疹病毒通常我哋就係用抗病毒藥去處理嘅。咁通常我哋就講黃金72小時啦，就係72小時之內，如果係可以開到抗病毒藥咧，咁可以快啲好返啦，同埋咧有繼發性嘅細菌感染嘅機會亦都會低啲嘅，治療嘅成效亦都會高啲。咁但係就算過咗72小時咧，其實如果仲有水泡出現啦，或者病情未係去控制到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要處方抗病毒藥嘅。通常口服已經足夠㗎啦，但係喺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之下咧，有陣時要用靜脈注射嘅抗病毒藥。咁而神經痛咧，通常我哋就要處方一啲神經痛嘅藥物啦，嚟舒緩神經痛嘅。如果有繼發性嘅細菌感染咧，就需要用到一啲口服嘅抗生素。咁而傷口處理都好緊要，因為如果水泡唔小心整穿咗咧，我哋就要保護好個傷口啦，就唔好俾佢受到細菌感染嘅。而接種疫苗咧係最有效預防帶狀疱疹病毒嘅方法嚟嘅。咁我哋建議50歲以上嘅人士啦，或者係長期病患啦，或者服用緊一啲免疫力抑制劑嘅人咧，都應該去接種帶狀疱疹疫苗嘅，以防佢復發啦，同埋預防一啲嚴重嘅併發症。多謝 Dr. Lau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！各位觀眾如果有任何嘅疑惑，記得及早去問你哋嘅家庭醫生啊！